歷咗呢一年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啦，咁都百感交集嘅我諗。咁而我諗喺呢一年入面呢，其實我喺3個階段入面都試緊唔同嘅嘢啦。咁我覺得我自己頭1、2個階段呢係比較冷靜去處理唔同嘅創作上嘅問題啦。咁而去到第3個階段呢，真係開始面向一啲關於製作啊或者技術上嘅一啲問題嘅時候呢，就可能擺喺創作方面嘅思考呢，就可能時間上就會偏向比較少咗。咁呢一個位呢，其實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啦。就係當我有咁長時間創作嘅時候，我係咪可以早啲就去試一啲技術性嘅嘢呢？咁呢個都係我喺呢個過程嘅反思。咁所以其實呢一年嘅經驗呢，有好多嘢去思考啦。尤其是我估頭先撇除咗一啲真係好實際上呢一個實際上呢一個計劃入面要處理嘅嘢啦，咁另一方面我都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拋咗俾自己去思考嘅，就係到底香港有嘅街舞劇場應該係咩面貌嘅呢？又或者佢可以係咩面貌？佢有啲乜嘢可能性？而我想像中嘅街舞劇場又係點嘅呢？咁我覺得呢一個喺呢一年嘅計劃入面，佢喺我心底入面植根咗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幾重大嘅問題。我覺得作為一個街舞嘅舞者，我會再去思考到底呢一個劇場嘅形式可以係點樣繼續去發展落去。咁其實呢一年呢，其實成個過程呢都好豐富啦，亦都經歷咗好多嘢。咁我諗其實再去下一年嘅時候呢，我覺得最好係呢一年呢都可以有一個總結啦，就係咁多位編舞啊，或者對街舞劇場創作有興趣嘅舞者，可以坐低一齊去做一啲唔同嘅討論啊，即係對於街舞劇場佢可以係咩面貌，作一啲唔同嘅討論，我哋再去想像下一步點樣行。完 show 咧就真係覺得如釋重負啦，即係終於完咗呢一年嘅整個旅程啦。咁無論呢一個作品即係喺呢一個階段，佢係即係帶俾觀眾唔同嘅感覺都好啦。咁我覺得喺呢一個旅程入面呢，佢都係畫上咗一個逗號係啦，咁可能呢，佢未來呢都會有更多唔同嘅面貌去產生，咁所以就即係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啦。佢唔係一個句號嚟嘅，咁只係一個喺街舞劇場嘅起點。